宣调，耶和华，阮的主啊，你的名伫全地教职权大。你将你的阳光摆设伫天里，你因为你的对德的缘故，对婴仔甲食年的喙建立能力，要互对德甲保阮的情境。我看你的天，你的手所做的，甲你所摆列的月甲星，世间人是甚物？你少年伊；人的囝是甚物？你眷顾伊。你互伊比天使日仔较殊，搁赏赐伊阳光尊贵做冕旒。你设立伊管理你的手所做的，下万米伫伊的骹下，就是一切的羊甲牛、山野的走兽、天中的鸟、海内的鱼，甲见若经过海里的路的，拢下伫伊的骹下。耶和华，我的主啊，你的名伫全地教遐权大。请咱做伙来吟圣诗第19首，为着美丽的地面。请咱起立。请咱做伙来念使徒圣经。我信上帝，
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，死埋葬，落阴府。第三日对世人中国活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，伊要对他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公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国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，请坐。请咱做伙来读启应文第52篇，也是阿摩斯的第5章。恁着找做卯星甲参星迄位。叫海水来摒伫地上，伊互强勉的人忽然灭亡。恁怨恨伫城门口主持公道的人，因为恁欺压善强，恁用雕琢的石头起厝，毋过袂当踮伫迄内面。我知恁的罪偌有偌多，恁欺负义人，受暴怒，所以通达的人伫即款时说话静静无讲话，着追求良善，毋通追求邪恶。才有活路。着怨恨邪恶，意爱良善，审判的时主持公道。上主讲。我眼目阁看轻重的节期，虽然恁献烧化祭甲素祭互我，恁献肥的精生做平安祭，恁唱歌的声就离开我。总是着互公平，亲像大水直直流。咱三甲压头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，伫主你的保守看顾带领下面，有主你的圣神引带，阮得到平安。阮搁一遍来到主你的圣殿，要来伫遮敬拜你、学到你。阮也恳求你的圣神引带阮。主啊，阮特别为着即个大陆的即个武汉的疫情，来影响。主啊，阮看每一个人的心拢非常的惊吓，亲像进入死荫的山谷安尼一样。总是阮知主恁是阮的牧者，也是阮的帮助，所以阮无欠缺。特别恳求你的圣神，也保守即个疫情会使得到控制。主啊，阮也要为着今日仔的圣礼典，主阮少年主你对阮的疼，当阮每一摆咧食基督的肉甲啉基督的血时阵，恳求圣神保守带领阮。洁净阮的罪过，主啊，医治阮肉体甲心内的忧伤，
主啊，你圣神啊保守带领，互阮有智慧，阮每一个人伫生活中会使来分别做成，来遵守主你的教示，先追求主你的国甲你的义，因为主你知阮所需要的，你拢会赏赐互阮。主啊，阮啊恳求你的圣神保守带领阮的堂教会，阮的教会，你的圣神加倍充满赐福，互阮会使彼此和睦合一相听，也圣神来加倍充满赐福伫阮牧者各自牧师夫妇的服侍，阮的正义传道夫妇的服侍，阮的长老，阮遮的执事、团契、首长、同工、区长、组长，主你的圣神坚固阮的手所做的工，互阮的教会会使伫遮诚做一个团伙的教会来用神益人。亲爱主，阮也为着病痛兄弟来献上代祷。主你有讲，因为你受到刑罚，我要得到平安；因为你受的鞭伤，我要来得到医治。恳求主来怜悯医治遮病痛兄弟。主啊，阮也恳求你的圣神保守带领，互阮的教会伫即个地区会使诚做社区的网站来用神益人。也恳求你的圣神保守阮今日早的聚会，祈祷感谢，奉耶稣基督圣主名来祈求，阿免。请咱来看圣经，伫创世纪的第1章，第26节到31节。今仔的圣经有2位，伫第1章的26节到31节，甲伫第2章的15节到20节。上帝讲：咱着创造人，亲像咱的像，照咱的款，互因管理海里的鱼、天里的鸟、甲精星、甲全地，以及地上得蛇的虫拖。上帝就创造人，亲像伊家己的像，照上帝的像创造伊，创造因男的、女的。上帝赐福因，上帝阁对因讲：着生炭真多，充满伫地上来吸引伊，也着治理海里的鱼、天里的鸟，甲地上一切所振动的活物。上帝讲：我有互恁遍地上一切的结子，甲菜苕，搁一切的树，其中有结子的树的果子，拢互恁做食物。论到地上一切的走兽，天中一切的鸟，甲地上一切会振动有活命的物，我将一切青草，互恁做食物，就有安尼。上帝看伊一切所做的，看真好。有缘有早起，是第10日。第2个圣经是伫创世纪第2章的第15节到第20节。耶和华上帝将迄个人下伫爱甸园来种植果树。耶和华上帝吩咐迄个人讲：园内逐好树的果子，通随伊来食，总是分别好歹的树，伊的果子毋通食，因为食的日，你得确死。耶和华上帝讲：人担心家己大毋好，我要甲伊做一个房站鞋来匹配伊。耶和华上帝用土做山野逐样的走兽，以及空中逐样的飞鸟，带到迄人的面前，看伊要称伊什么名。
既若伊所称逐样画面的，就做迄个面的名。迄个人就甲一切的精星，甲空中的飞鸟，甲山野一切的走兽，拢号名，总是找无一个通做迄人的帮赞来匹配伊。这是咱要学乐请圣歌队，今仔日要学乐的诗歌是《充满我》。请得姓名甲地理，请根治牧师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做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会当互阮享受伫你所创造即个美好的世界。你手使阮活命，你要将你的神，就是你的信心，点伫阮的内底，要来显出阮人有你的形象。
你做了阮人了后，你著对阮人交代讲，要将即个受造界交托互阮人来管理。总是主上帝，当现今阮众兄弟姊妹自己伫你面头前，总是阮无自由，阮喘气，就爱挂即个口罩，阮无法度自由喘来呼气即个你所收拾即个清气的空气。这代表讲，主上帝，阮人都有真济所在必须爱来悔改，都有真济所在爱来调整。主上帝愿今仔日即段经文，你的话语，倒一摆，互阮得到提醒，互阮得到反省。也主，恳求你的信心拍开阮的心门，会当互阮用心灵甲心性来领受。主啊，咱的仰你祈祷，恳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当咱伫讲即个世界，也就是讲咱人类社会以外的即个生态、即个环境的时，树木花草、关山大海，到底咱是着爱讲大自然即个词，还是爱讲受造界即个词？咱台人认为呢？咱特别是咱基督徒信上帝的人哦，咱读创世纪读遐尔济摆啊，对伫人类社会即个环境生态，咱应该讲大自然，还是受造界？是受造界嘛，对无？因为当咱讲到自然，咱对自然即个词真简单，就是毋是照人的意思甲行动所产生的即个现象嘛。自然毋是用人的方式来干涉着，只要有人来干涉，就无自然，对无？有人干涉就无自然嘛。总是即个世界的出现甲运行，敢真正是遮尔自然得？是自然得的吗？伫希伯来文内底，希伯来文内底无自然即个字眼。希伯来文里面没有自然这个词，没有自然这个字眼。因为对犹太人来讲，产生即个世界的形，以及即个世界的运行甲次序背后，犹太人认为讲有一位创造者，有一位设计者。犹太人认为讲，即位创造者、即位设计者，就是啥？就是上帝。既然上帝是即个世界的创造者，是伊设计的，安尼上帝对伊家己所设计、创造的即个作品，伊有绝对的权柄，伊有伊介意要塑造、修改的即个方式，然后照伊家己的旨意，伊创造即个世界的目的来完成即个创造，完成即个创造。人伫即个世界中间。相反，有上帝创造咱的即个目的。通过今仔日的经文，上帝创造咱人的目的是要安怎？是要安怎？荣耀上帝嘛？安怎荣耀上帝？咱是照送的形象来做的。上帝爱显出伊的形象，然后来安怎管理即个世界？特别是照上帝所意的方式来管理这个世界。总是要管理这个世界进前，人必须爱先来明白家己，超找家己存在世间的这个目的。这也是咱传福音的其中一个目的。爱明白家己，爱明白讲家己活伫世间的目的是啥物。啥讲这是传福音其中一个目的？因为咱人必须爱通过福音，先来明白主耶稣基督。你无明白主耶稣基督，你就无法度来明白这位完全的上帝。就你明白圣囝上帝，
性别上帝了后，信神上帝就会来引带你来明白你家己，来明白你伫世间的目的到底是啥物？到底是啥物？当人会当通过三位一体上帝帮助的时，明白家己活伫世间目的的时，伊就知影要安怎来规划、来计划、来安排家己的人生，知影要安怎来安排家己的时间，分配家己的时间。简单讲，人爱先会晓来明白家己，然后好好来管理家己的性命。一个人若无法度来好好管理家己的性命，就毋免想讲要去来管理即个世界。而且要安怎管理家己的性命，是照咱家己的需要，还是照上帝的意思？照上帝的意思来管理家己的性命嘛，互家己的身心灵合入主上帝的心意。若安尼，咱回头讲要来管理即个世界，咱才会当来合入主的心意。阿门。若安尼，咱既然要照主的心意来管理家己的生活，煞来管理即个世界，人就爱来遵趁上帝的话。人爱遵趁上帝的话。你若是要管理家己、管理世界的话，是安那？伫创世纪内底，上帝做啥物款动作来创造世界？上帝有起骹动手，有做啥物动作吗？上帝唯一的动词是什么？讲嘛，讲话嘛，伊讲就有嘛，伊讲就成嘛，对无？上帝的话是有气力的，这个世界是通过上帝讲话来造成的。上帝的话就是权柄，上帝的话有生命，上帝的话就是这个世界一切的准则。阮起头人就应该爱活伫上帝的话内底，爱行踏伫上帝的话内底，咱一切作为拢会建立伫上帝的话顶面。总是当咱人开始有组织了后，当咱人开始组成团队，有一个社会，然后有国家了后，人就开始想要家己做主做大。巴别塔相共款是创世纪内底巴别塔的即个事件，就是一个真典型的即个例。迄时阵的人讲话言语敢有相共款？拢相共款嘛，对无？嘿啊，我嘛即想要即摆安那语言拢相共款，啊无学英文、学日语学到有够艰苦的，对无？迄时阵人的语言拢相共款，相共款的口音。总是伫创世纪内底，咱看伊讲，即群人因共同的话题是啥物？因上关心的即个议题是啥物？因讲讨论了，组织一个讨论了要安那？要起一个啥？起一个塔，然后咧，显明上的名，上帝的名是人的名，人的名。咱看伊讲，即群人因安尼讲，啊，就照安尼去做。敢有讲会到，做会到？讲会到，做会到嘛？总是伫即个讲会到、做会到背后，要来表达一件代志，就是人讲话上款有气力啊！人讲话上款有气力啊！人想要甲上帝比拼，阮讨论了，阮讲，阮就是要来完成。总是咱看去讲，咱拢知影讲巴别塔的结局是啥物？是谁讲话较有气力？是上帝讲话有气力，还是人讲话有气力？上帝嘛，上帝伊讲啥？伊讲我要倒去看，然后拍乱因的口音甲语言，对无？上帝讲了后，代志就安尼来成。然后巴别塔，因为人无法度搁组织做伙，只讨论讲。啊，咱要安怎甲上帝超白大？无法度讨论，所以巴别塔就安怎，就停工，无法度继续来去。创世纪所描述的即个巴别塔，就是咧反映讲，当人开始有组织，当人有组织，搁召开会议了后，常常想要将人的话
来显出伊的气力，要来表达讲人讲话相共款有气力。一个无信上帝的组织，伫因的会议中间，绝对有真侪人的想法，真侪人的话。总是咱回头来想，教会敢是人的组织？教会敢是人的组织？相款嘛有会议对无？啊嘛相款真侪人的想法，甲真侪人的话对无？总是教会无共款的所在是倒位？咱不管讲偌济话，咱拢来转来一送的话面头前，上帝话面头前，这是咱真稳定的所在。免伫咱跋倒，免伫咱得罪上帝。咱不管讨论偌济，讲偌济，爱倒转来到一上帝面头前。甚至讲拄较好的是，咱伫开会进前，管伊代志进前，咱先做来读上帝话，明得上帝的即个心意。有阿门无？其实咱会当变做是安尼来做。咱若是讲想要成做一个讲话有气力的人，你不如做一个互上帝话语伫你的身躯顶有气力的人。我咧讲一届哦，你要做一个讲话有气力的人，你不如做一个互上帝话伫你的性命有气力的人。阿门。基督徒无一定爱掠掉即个话语权啊，就是讲话的权利，华语叫做话语权啊。基督徒无一定爱掠掉即个话语权，教会无一定讲话爱大声有力，才会使来改变即个社会，影响即个世界。无毋对，即个话语权真正有真大影响力，特别是即个网络真发达、真方便的即个社会，每一个人拢能通过电脑、通过手机啊，将咱想要讲的话安那写入网络顶悬嘛，对无？咱拢有自由做即件代志，咱有自由会当做即件代志。总是回过头，今日教会想要影响社会，教会想要改变世界，教会真正无需要讲话大声有力。咱要做的代志是啥物？咱要做的代志是，互人看起讲上帝话确实有来影响到即个教会。搁较讲一句较简单的，互人看起讲教会真正有咧听上帝的话啦。咱边人讲，你爱听上帝的话？因为恁戴口罩，我毋知你有讲无？你有讲吼？有啦吼，我有听到声啦吼。咱讲话毋免大声有力，咱是互人看起讲，即个团体，即个属灵的团体，因真正有咧听上帝的话。顶摆牧师讲道，吼，在进前牧师讲道，牧师讲是有讲着讲，咱爱好好做人，你会记得袂？咱迄一天讲足欢喜啊！哦，咱若边人讲，你爱好好做人，你爱好好做人，有无？大人讲足欢喜嘛。啊，是爱好好做人，因为一上帝所有的创造物，一所有的被造物内底，就有活开会喘气的即个生命内底，上帝唯独向送讲话。上帝敢有向人讲话啦？啊嘛，敢有啥人会当向上帝讲话？嘛是人嘛，对无？嘛是人对无？所以人要伫即个宇宙、即个世界的中间来显出讲，我真做一个人的即个尊贵的即个方式，就是咱人爱听啥个话？爱晓听上帝话，都爱回头安那祈祷，甲上帝讲话。人只有甲上帝一沟通的中间，才会当来显明讲，人真正有上帝的形象。阿门。所以真正，你要好好做人，爱晓听啥个话？上帝的话，啊嘛爱向上帝安那讲话。不过呢，咱讲着上帝的形象，上帝的形象，即件代志咱爱真注意，嘛爱真细腻。因为上帝的形象，毋是来比较讲
送有上帝形象，送无。咱绝对毋是用人类社会的即个价值观来比评讲伊有上帝形象，伊无，伊较有，伊较无。请问咱过去咱看真侪欧美国家的艺术家，因拢会画耶稣的像，对无？请问这欧美的艺术家，因画出来耶稣的像，皮肤是白啊乌的，头毛是金的，对无？对无？目睭面啥物色的？咱哪色的呢？耶稣是变做西方人、白人安尼，对无？耶稣是对台人，是中东的人那是白皮肤金头毛。好，无牧师在问，今仔日有一个非洲的艺术家，伊将耶稣画做是乌人，你敢会使接受？将耶稣画成黑人，你可以接受吗？今仔日有一个亚洲的艺术家，伊将耶稣画做是亚洲人，就是黄皮肤黄种人，你敢会当接受？恁拢无甲我应，还是有甲我应？我无听。头壳拢是讲皮肤的色地，对无？拢咧讲皮肤的色地。咱若来讲性别的。性别，今仔日若是有一个女性的艺术家，将耶稣画做是女性的形象，请问在座的查甫人，恁会堪一个？恁敢接受？拢无人要甲我应。请问上帝是查甫查某的？上帝是灵嘛，是神嘛？毋通甲人讲。上帝不男不女啦，毋是安尼讲啦上帝是个灵，上帝是神。所以咱要想看卖影，啥有上帝的形象？上帝形象毋是咧讲外在的条件，毋是咧讲外在的条件，毋是看你皮肤的色地，毋是看你的身份、地位、财产。啥有上帝的即个形象？但你变人讲，你有上帝的形象。不管你是男性，还是女性，不管你是富有，还是善者，不管你的地位是悬还是低，甚至讲不管你敢是基督徒，咱每一个人拢有上帝的形象。阿门。牧师问恁外口遐还袂信耶稣的，因身躯顶敢有上帝的形象？逐个人拢有上帝的形象。总是为着避免上帝的形象受到破坏，人甲人之间必须要用和平、用相听、甲尊重来彼此好款待。阿门。那安尼讲来，咱教会宣教的事工，教会宣教的事工就必须要来关怀、关心这个世界的苦难。啥物所在的人？面对战争，面对困苦，面对病痛，啥物所在人陷落伫安尼的处境下面，教会来为着迄个所在来祈祷，然后照家己会使能力来付出咱的关怀、咱的帮助。教会嘛必须爱来保护每一个人生存的权利。啥物所在的人受到无公平的对待？甚至是因的性命拄着威胁，咱来为着迄所在人来祈祷，甚至教会爱发出这个公义的声，爱来责备这个加害者。教会搁较爱促进这个世界的和平，咱爱消除所有的冲突，咱爱用互相尊重的态度来对话。阿门，有阿门无？今仔日教会咱讲咱要传福音。总是咱拢无来关心遮个物件，咱遮个代志，咱要传的是一个啥物款的福音，对无？咱传福音，咱要互人一个意向，即个意向其中一个意向，就是要互人看去讲一个人拢伫即个中间会当受到尊重，每一个人拢会当受到公平安尼来对待。咱是要互人看起安尼的形象，安尼的意象甲即个境界。
伫迄个中间，人甲人之间只有相疼，只有和平。可能讲到遮，牧师信息讲到遮，咱会感觉讲，牧师你是啊拢一直咧讲人的问题，你是啊一直咧讲人甲人之间、人甲组织的即个问题。今仔日咱读创世纪，牧师你应该来讲环保的问题啊，你来讲生态问题啊。要安来保护遮个动物啊？要安那垃圾回收资源再利用啊？牧师，你啥拢一直咧讲人的问题。请问，上帝是将即个世界交互谁来管理？啊，即马即个世界安尼是谁的问题？就是人的问题嘛。问题是安那？出自人嘛。来，我举一个例。美国当时因伫拍越战，越战越战的时阵，因知影讲即个越南的即个军队，是越南的军队，因拢会秘伫树林，也是讲伊会挖安那挖坑、挖迄个地道。啊，美国人会感觉讲好，安尼甲因战争实在是安那真歹拍，所以伊就用直升机载一种药剂啦，种药剂安尼压落去后。所有的树林、花草会安那死了了，然后对方的军队就无所在通避，安尼因战争起来要拍对方较好拍。总是这问题来啊，树木花草死了了，动物敢会去互偷着？动物嘛去互偷着嘛，对无？好啊，树木花草死了了，动物死了了，啊，即个药剂。落落来是即个涂骹，啊，佫一落雨落去，即个药剂安那，敢有湿落去涂骹内底，啊，敢会湿落去地下水，啊，最后谁咧啉？人咧啉嘛。互咱看即个相片，越战了后，真侪人因为美国所压的即个药剂，真侪人生出即个畸形儿，咱看讲人甲人之间的即个冲突、怨恨所产生的战争，我为着要去取对方的性命，彼此安尼对待的时阵，敢有人会阁去管生态安怎？敢有人会阁去管环境安怎？拍赢较要紧嘛，对无？敢有人会去管环境？咱搁举一个例，即个例可能甲咱较接近。请问，上无智慧型手机？上无，我毋是讲上有哦，上无智慧型手机。有的人无嘛。好，咱刚知影讲，咱的智慧型手机咱的手机内底有真侪黄金，无算侪啦，有黄金啦。敢有人知影即件代志？牧师甲因偷讲啊，毋过你毋免倒去放哈。因为你用袂出来啦，有真侪真罕有的即个金属，伫即个手机内底，总是即个罕有的金属对倒位来？真侪拢是对非洲国家来，你会想讲，非洲国家出产遐尼侪罕有、遮尼贵的即个金属，因应该真趁钱吧？总是非洲国家敢有变了较有钱，无钱是拢送趁去，对无？因毋若讲无好过，因毋若讲无好样嘛，变啊则无好过是安那？因为非洲的国家部落之间的战争啦，因为信仰无共，信基督教的甲信回教的安那，因会战争呢，因会相杀呢。伊会去掠对方的囡仔来做兵的，搁较毋免讲为着安那，才会产业，才会土地，才会产业。都有国际即个财团安那私底下提供因武器，去帮我抢迄个土地，去帮我抢遐个去占迄。所以咱看去即个世界有真侪因为少数人的私心甲贪心。造成侪人活了无尊严，性命无保障，因的土地受到剥削，环境受到破坏。
牧师头到久即个咧，就是要互咱知影讲，咱只要有使用手机仔的一天，这个代志安那，就离咱无远啦。只要我们使用手机的一天，这些事情都离我们不远。安尼有了解无？牧师捌有一届一阮牧者的读册会，我逐只牧者问一句话啊，我讲今仔日上帝吼，若互咱转去到20当前，你会选择啥物代志？你若讲，互你选择讲，即个环境、生态环境莫受到破坏，总是代价就是你20当后无智慧型手机，你买无？大人忝头，但是这侪人我共去呢。伊想讲哈，为着生态环境莫去破坏，20当后无智慧型手机，因怎共去呢？即马智慧型手机对即侪人来讲安那因的命的。总是你若要有智慧型手机，检测代价就是安怎？代价是什么？对无？今仔日，咱教会大，咱追求人数多，即件代志，牧师咧讲一届，无毋对。教会追求人数没有错，无毋对，总是背后是人数多出来了后，多起来了后，咱要完成的代志是安怎？要来宣告，要来影响即个世界，要来改变即个社会。教会大，人数多。其中一项嘛是来显出讲，上帝话是有气力的，上帝话是有气力的。咱讲咱要关心即个受造界，咱要保护即个生态甲环境，总是人爱先学会晓来管理家己啦。人爱先学会晓管理家己，才有法度来管理即个世界。今仔日人若袂晓管理家己的性命，兼且就袂晓去尊重别人的性命。人若袂晓去尊叹上帝的权柄，你兼且就无法度来保护别人生存的权利。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了后，上帝就走去困，拢无管这个世界啊！牧师甲恁讲，上帝继续去创造这个世界，上帝继续去捏造这个世界，去塑造这个世界，去修正这个世界。上帝参与伫历史的中间，上帝嘛参与伫教会的组织的中间，上帝就踮伫咱的中间。阿门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求你怜悯阮。阮知影讲，你竞选阮成做你的子民。军队基督成做伊的门徒，阮倒要来完成你的大使命，就是传福音。总是主上帝，阮甲发现讲，即个福音的宣告，真正是真快、真深，有真侪代志需要来宣传。主上帝，恳求你，互阮毋若是来超找侪人进入教会。毋若是互阮追求人数，乃是互阮一人数增加了后，有搁较侪人真正来含糊伫主上帝你的话内底，有搁较侪人来活出主上帝你的形象，有搁较侪人因为你话语的气力来影响改变这个社会、这个世界。主上帝，恳求你帮助阮，阮想要传福音，阮想要宣告，总是今仔日的经文，倒一届，互阮回头得到反省甲提醒，知影讲，阮本身都有真侪代志，真侪方面爱来调整，爱来备办。愿主你的神，照今仔日你所予阮的亮光甲感动，继续来塑造阮，继续来更新阮，改变阮。主愿安尼向你恳求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
请咱来吟圣诗第517首。圣诗第517首。咱的乡土主所事，请咱起立。请坐，就是请牧师来主持圣礼典。即点要来进行圣礼典圣餐式，请咱先开圣诗362首，圣诗362首，我心神就欢喜起来。咱要用第3节的歌词来备办心，即个中间咱嘛请长老来备办。
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囡仔属伫伊的教会的陪餐者来三角受主的晚餐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请听主耶稣对囡仔归向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。恁囡仔担当着我担当大的人，就跟我要互恁得到安息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甲恁三角伫地。咱嘛甲边人讲，愿基督的恩典甲你三角伫地。所听的兄弟姊妹，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，就是照保罗所讲的，因为我对主收也捌传互恁的，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，接下来拜伊讲。即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也安尼捧杯讲，即个杯就是新约，伫我的血设立的。既然啉的时，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，啉即个杯，是要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咱即点。嘛来学习主耶稣以及保罗的即个教示，是领受即个饼甲杯进前，咱搁一摆做伙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你通过你的圣囝耶稣基督，你通过伊肉体的拍破，来担当阮人的罪。总是阮通过信心的洗礼，阮成做基督的门徒。但阮也要耶实你家，但阮要通过即个饼甲杯，用基督来分担即个世界的苦难。愿主上帝，你的神帮助阮，当阮摕着饼甲杯的时，用心灵甲诚实。用祈祷的心情来领受，主愿安尼愿你祈祷，仰望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主耶稣讲，即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，恁逐摆食的时，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即个是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的罪来拍破。咱每一摆食的时，着行安尼来纪念伊。咱请着落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当咱摕到饼了后，咱若是知影讲，即个世界有对一个国家、对一个角落的人民，含落伫苦难的中间，含落伫战争灾害的中间，因此即个中间性命无得到保障，受到无公平、无公义的即个对待。咱通过即个饼，用祈祷来分担因的苦难。当咱摕到饼的时，咱来用祈祷来关心这个代志。
送得罪咱，互咱无欢喜，互咱受气。咱敢有通过祈祷，通过信心来掠砍对方的罪，对方就是你的所在。当咱摕到杯的时阵，咱来祈祷，咱来赦免，咱来怜悯。姊妹，这个杯是信约，是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设立的。咱每一届啉的时，就加安尼来纪念你，咱做来领受。咱逐摆食这个饼，啉这个杯，是要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，甲咱三个伫地。咱嘛往边仔人讲，愿基督的平安，甲你伫地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通过信心的引带，我用生命甲信息，用祈祷的态度来领受这个饼。甲杯，通杯即个仪式，阮伫心灵中间，甲遐个受苦难中间的人民，甲因三分担。也愿主上帝，除了心灵甲因交通以外，主上帝，互阮教会嘛有能力来确实具体付出阮的关怀甲帮助。愿主上帝，今仔日不管是透过主上帝你的话。信息也是这个圣礼典，主上帝，求伊拢来坚固阮的信心，守护阮开力，真正照你的准情，互阮用你的形象，好好啊来管理这个世界。主安安尼向你感谢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圣礼典就到这。
只是关到你相见，天堂的。请咱起立。报告大先，咱请咱来念今仔的金句吼，即个今仔的金句伊有印一个迄个颠倒吼，所以咱是爱看华语迄个，可是伊内底嘛有几字毋对，不如请听我咱做伙来读两摆吼。上帝讲，咱着做人，亲像咱的伤，照咱的款，互因管理海里的鱼、天里的鸟。甲精生、甲全地以及地上得所的通托，请上帝讲，咱着做人，亲像咱的伤，照咱的款，互因管理海里的鱼、天里的鸟，甲精生、甲全地以及地上得所的通托。创世纪第1章第26节，咱搁一摆来请。上帝讲，咱着做人，亲像咱的伤，照咱的款，互因管理海里的鱼、天里的鸟，甲精生、甲全地以及地上得所的通托。创世纪第1章第26节。请咱来注意咱周间的聚会。咱因为即个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咱的聚会有真侪是有暂停的，请兄弟来注意一下。请咱来看消息的报告。第一面，咱头拄已经有举行到这胜利典吼，胜利典。然后第2点就是咱的中昼12点半。要伫701室要召开关怀部会议，请部员甲受邀的同工来出席参加。第3点，就是咱下晡1点，要伫701室会议要召开2月份的定期中职会，请咱中职来准时参加。会后要散开小会，请小会员出席来参加。这个中昼的开会。有帮即个中职来准备便当。下主日2月10日，为即个客家的即个宣教奉献主日吼，咱有欢迎即个赖德庆牧师要前来请安甲分享，请为即个事工来代祷甲奉献。第2，中昼的即个12点10分。要伫6楼办公室要召开财务部会议，请部员来出席参加。教会消息，即个教会要共同来防护即个新型的冠状病毒的消息，请咱的
兄弟爱来注意。哦，这无当紧伫教会内底，只是外口的即个一个公共场所的出入，拢是爱注意即款的即个消息吼，请大家来遵守，保护家己。第二点，2月23日，咱的会员和会2场合并要为9点半开始，请会员踊跃来参加。即个咱的名单有公布伫公布栏，请咱兄弟去看一下。下面教育部的奖学金的审查，请咱兄弟家己来看一下。第4点，就是今年度中职的退休会，咱的时间是伫2月28到29，地点是咱教会，就是新古林中职的即个造就会，有请即个前台神的院长陈尚的牧师来给咱带领，请咱兄弟也为着即个事工来代祷较关心。教界消息，就是德中的联谊会要迎新，时间伫2月15，地点伫泰安教会。报名每一人100块，请踊跃参加。具体消息，本会小道选兄弟伫2月7有即个安孝主怀吼，咱伫2月6号的上午11点半伫目山的富德的即个灵谷路用爱园的树葬第6分区遐有家举行着个别礼拜。请咱的兄弟为着死儿之事，甲伊的即个家属来代祷，求主来安慰。第二，本会简章友兄弟伫2月2号安孝主怀，目前伫即个至善园的会馆的举行厅，即个有设即个灵堂啦，吼，供亲友的追思，即个有定伫2月18日，就是拜二中昼12点半，要伫即个庭馆区的至善堂，由本会的牧师来带领咱同工来处理日念甲会怀礼拜，无要阁举行个别的咧追思礼拜，愿主安慰家属，甲即个治丧的事宜。其他的消息，就是桃园的图图，即个辅助社要伫12点，甲伫7:10要召开辅助社理监事会，请理监事来参加。下面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2项代志第一项头我有报告到，就是咱的集体挑选兄一定是进前有完成这逐项的丧事的这个礼仪。今日死儿以及家属伫咱的中间。咱无拍破咱互伊只是起立，甲咱舔一个头，甲咱致意。好，不要紧，苏儿姐，咱这后壁啦吼，不要记这是后壁，吼。好，小可行一个礼，甲咱致意就好啦吼，行一个礼致意就好。好，苏儿姐请坐。好，多谢。不要记这。请咱继续为着四号之士甲苗记者因的家族继续关心甲代祷。第2项代志真简单，嘛无简单，请咱甲家己的身体顾好。咱也边人讲，你爱甲家己顾好。请咱来吟上咏第391首，上咏391首，学了天顶主宰。咱吟诗煞，要请牧师来甲咱祝祷。请咱起立。
的体天主宰，从这体的打开，保护万民，朗朗的破天的当心我。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圣神的相通引带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唱歌。灭岛，点到灭岛。平安礼，咱行平安礼进前，则报告者，因为即个武汉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咱的爱餐是暂停暂停到2月底。咱即摆要行平安礼，咱请徛起来，咱用拱手就好啊。讲耶稣听你愿你平安。